退休人遊世界，又一次嚟到日本羽田機場，時間係4月中2026。呢個時候嚟日本，梗係睇櫻花啦。可能日本櫻花旺季，我講係東京、大阪一帶已經過咗，所以乘搭日航並無擠迫狀況。睇下班機，小貓3、4隻。一如以往，落機之後揾間酒店休息下先。今次住喺羽田機場附近嘅 My Stay Hotel， 食個簡單嘅晚餐，食埋個甜品，上房休息，第二朝再出發。今日我哋嘅目的地係去宇都宮。一從酒店行出嚟，見到一間神社，呢間就係羽田市嘅月首稻荷神社。規模唔算大，但係幾有特色。入廟拜神，經過要行去睇下。酒店離火車站只係2條街，就經過呢一間月首稻荷神社。可能仲係一早，唔見有人去參拜。行2條街，轉個彎，就係我哋嘅月首稻荷神社車站。呢個站離羽田機場只係2個車站。由呢度去宇都宮要經過品川轉車，搭咗2個鐘頭火車。一落車梗係搵嘢食啦，醫下個肚先。行過車站見到一間蕎麥麵，就係呢間啦，生蕎麥自家製，睇下有咩好嘢先。味道果然唔錯，食碗麵就梗係唔夠啦。跟住再去搵食。宇都宮出咗名食餃子，行入商場見到呢間鋪頭叫做宇美家，睇下個 menu， 叫咗6隻餃子加1個套餐。你估套餐有乜嘢？睇咪知啦。3隻炸餃子，仲未夠啊！加多碗拉麵，問你飽未？跟住我哋就行去連接車站嘅酒店。酒店嘅 reception 竟然間喺13樓，真係少有。一入去就見到宇都宮車站嘅外景，亦都見到新幹線火車行走嘅情況，非常吸引。酒店亦都好新淨，有一種新鮮嘅感覺。跟住我哋就搭巴士，搭咗40分鐘，去到大谷資料館，一個完全喺地底嘅資料館，可以話係一個地底密室。呢度係一個地下密室，戰前做過防空洞，戰後亦都做過展覽館，亦都做過米倉，依家攞嚟做博物館，又或者俾遊客參觀嘅地方。喺門口亦都見到個 poster， 原來呢度嚟緊有一個 Harry Potter 嘅燈光 show。如果就啱時間啱嘅朋友，可以預約睇下精唔精彩。呢個地下資料館話大唔大，話細唔細，有啲地方可能因為危險攔咗唔俾人入，所以見到嘅地方行到嘅地方唔算太多，半個鐘頭咩都行晒啦。雖然宇都宮呢度天氣已經進入和暖，但係喺入口嗰度仲有2棵開得好靚嘅櫻花俾我哋欣賞。呢2棵就係我哋今次旅程第一次見到嘅櫻花。宇都宮竟然係一個遊客冷門嘅地方，何況嚟到大谷資料館，遊客更加稀少。見到小貓3、4隻都係本地人、學生，完全沒有擠迫嘅感覺，非常良好。跟住離開大谷資料館，
行咗15-20分鐘，見到一座好巨大嘅石像，叫做平和觀音。就講目測，估計有10層樓咁高。根據資料，呢一座平和觀音係第2次世界大戰紀念和平嘅傑作。最特別嘅係觀音高度88尺8寸8分，一個好有意思嘅高度，喺昭和29年先至完成。喺呢個觀音像後面有一座大谷觀音廟。時間關係，我哋冇入去參觀啦，只係過門影個相，行下行下有啲攰啦。由大谷資料館行到去平和觀音，仲有一段路先至行返出去巴士站。休息咗一陣，見到差唔多時間，都趕住起行啦。回程嘅巴士途中仲有好多中學生放學，可能佢哋搭去御都公車站，返嚟車站差唔多黃昏嘅時間。喺車站附近酒店樓下，據聞有間出名嘅雪糕店，於是走埋去拱拱啦，order 咗杯雪糕，坐低休息下，味道冇乜特別。呢就係咁嘅樣噶啦。最好食嘅唔係雪糕，而係嗰粒士多啤梨加埋乾咗嘅椰子乾。休息咗一陣，我哋就揾我哋嘅晚餐。喺附近有一間法式小店，呢度就係啦，個名都唔識讀，係 Bistro 唔知乜。一坐低，見到兩班上班族喺度飲酒。先嚟個麵包，最有特色嘅係佢搽麵包嘅吞拿魚醬，唔錯，加多2塊。跟住叫咗個沙律，唔止沙律咁簡單，原來係葉菜沙律，開胃，唔錯。主菜出場，先嚟一個法式龍蝦。龍蝦唔係好大，開邊，但係個汁好有特色。當然唔夠啦，整一個燉製生蠔，有啲驚喜。生蠔非常甜美，新鮮，一啲都唔韌。嚟多個主菜，呢一個係法式煎鱈魚，一嚿唔夠，其實係有2嚿，都有手掌咁大㗎。生蠔翻尋味，叫多一個燒焗生蠔。呢個仲有驚喜，非常新鮮。唔夠，嚟一個特色海鮮意粉，個汁非常濃郁，亦都非常之多。當佢龍蝦湯，唔少得，梗係最尾呢個甜品啦。直頭係一個藝術作品，冇得頂。食到咁飽，行咗一陣就返酒店休息，完咗我哋頭嗰2日嘅行程啦。